從湘西走向世界的鄉土作家沈從文，由劉知名聲演。自五四運動以嚟，大批學貫中西嘅現代文學家湧現，不過當中就有一個文學家與別不同。雖然佢只係小學畢業，但就可以寫出充滿鄉土風味嘅作品，仲2度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。佢就係沈從文。沈從文，點解你小學畢業就參軍，後來又走咗去寫文章嘅？因為我出身於湖南鳳凰縣，而每家區有兵役，對我哋鳳凰人嚟講係必然嘅事。加上爸爸係軍人出身，年幼嘅我又唔中意讀書，所以我14歲小學畢業就參軍，直到20歲左右，我先決定退伍去北京求學。可惜只有小學學歷嘅我，未有大學願意取錄，於是我就喺北京大學做旁聽生，同時開始寫作。而你喺2年之後，終於喺《晨報》發表《一封未曾傅油的信》呢篇短文，往後陸續發表超過170篇作品。不過講到你嘅代表作，一定係1934年出版嘅中篇小說《邊城》。事緣喺1933年，我返回湘西故鄉，但發現湘西變化好大。我想保留農村淳樸正直嘅人情味，所以我將對故鄉嘅印象寫落嚟，出咗《邊城》呢本書。當中我以村湘交界嘅邊城小鎮茶桐為背景，希望透過主人翁翠翠嘅愛情故事，引領讀者感受茶桐嘅山水景致、淳樸嘅鄉風民俗、鄉土情懷。無論係主角嘅心理描寫、湘西嘅山水景色，以至鄉下嘅方言習俗，都描寫得繪形繪聲。難怪邊城可以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，仲排名喺第2位，僅次於魯迅嘅《吶喊》。你真係好犀利啊！而喺邊城之外，你仲有一系列以湘西為題材嘅作品喎。係啊，就好似以我年少參軍為題材嘅《從文自傳》。另外，我喺1934年返回湘西故鄉，沿途所見所聞，同埋寫俾太太嘅書信集結而成出版嘅《湘行散記》。當然，仲有講述湘西遠水流域嘅湘西啦。我希望可以為自己所愛嘅湘西故鄉做個記錄，並且以湘西特有嘅優美、健康、自然、人生形式，重塑民族嘅淳樸正直人性美。不過1949年，沈從文宣布封筆，轉投歷史文物研究。晚年只出版過《中國古代服飾研究》一書，再冇出版任何文學作品。縱觀沈從文一生，佢既係文學家，亦係考古學家。佢嘅文學作品《邊城》、《從文自傳》、《湘西》等等，被翻譯成多個國家版本，並且被日、韓、英、美等國家選為大學教材。佢一生更2度被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，1988年更入選終審名單。可惜同年5月與世長辭，同獎項擦身而過，令佢嘅傳奇一生多多少少有啲遺憾。